佔領三子戴耀廷、陳健民同朱耀明14年發起佔領行動。據了解，警方決定落案起訴3人公眾妨擾罪，佢哋會喺挨晚到警署報到。除咗佔中三子，消息話仲有6人被起訴，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同邵家臻。當然，好多朋友當佢參與決定一啲參與社會運動嘅時候，佢係明白有責任係要負上嘅。但係能唔能夠成功檢控呢？係控方嘅責任。喺呢一個時候呢，我哋唔會講話究竟嚟緊呢一日我哋究竟會認罪與否，因為呢喺嚟緊嘅時候呢，我哋都要同法律團隊去商議。呢個信息我諗係好荒謬，但係同時間亦都好清晰嘅嚇，即係用清洗作為和解，我唔知呢個係邊個嘅主意，但係信息就好清楚。另外被起訴嘅仲有學聯前常委鍾耀華、張秀賢、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、民主黨前議員李永達。據了解，警方喺上星期收到律政司就嗰9個人嘅終極法律意見而提出檢控，將會控告佢哋普通法下3項公眾妨擾罪，包括串謀公眾妨擾、煽惑公眾妨擾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。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話，上述罪行最高可判處7年監禁，控罪元素主要指佢哋嘅行為對公眾造成傷害，包括人身、財產或者安寧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